今次大埔橫福苑發生嘅嚴重火警，牽動住成個香港人嘅心。火警由11月26號嘅下午2點鐘開始，由外牆嘅棚架起火，火勢沿住外牆不斷咁樣蔓延，短短幾分鐘之內由3級升到去5級，濃煙衝天，住戶被困，火場入邊傳出多次嘅爆炸聲。消防員冒住高溫嘅倒塌風險入場救人，其中有一位喺行動入邊殉職，事件造成多人嘅死傷。但係悲痛入邊，我哋見到另一面嘅香港。大埔嘅市民自發推手推車去送物資，多間食肆提供咗飯盒同埋熱飲送俾前線嘅人員。李嘉誠嘅基金會帶頭撥款，之後周大福、騰訊、富途、小米、安踏、嘉華呢啲企業都伸出援手，為受影響嘅家庭同埋前線人員出一分力。截至到11月28號，各界嘅愛心人士捐款已經超過咗13億港元，其中馬會係捐出1.7億港元。呢一刻，香港再次寫出乜嘢係叫一方有難，八方支援嘅獅子山精神。有時香港人真係會好團結。今集喺度係所有不幸嘅遇難者致哀，亦向每一位參加咗救援同埋支援嘅消防人員、醫護、企業同埋小店嘅街坊致敬。天佑大埔，我哋一齊渡過難關。